件，这是有民众咧检举到违规闯红灯的车，结果是检举到苗栗县长张东锦的坐车。这台价值520万的黑色的修理车，无咧管路口已经变红灯，也是违规来倒弯。警方依法开出了罚单2700块。县政府来证实，确实是县长张东锦的坐车来违规。不过当天县长是休困，并无伫咧车顶。根据规定，会叫驾驶家己来付钱。不过县长讲考虑到司机的薪水无多，所以这条伊来担，会帮司机来纳罚单。一台黑色旅行车经过路口，无顾前红灯，已经转红灯，直接违规倒发，叫后边车翕落来，甲警察检举。因为违规，警察依法开2700个罚单。不过尾也嘛调查出，这台伫咧线顶卖520万，有真皮掠零椅啊、4台冰箱，佮有平地头顶装外号的高级车。若是公务车，佮是苗栗县长张东锦的坐车。当然要由行为人自己负责。那我们的公路经费是不能支应有关相关的违规罚款。县府证实，确实是县长坐车违规。不过，伊讲县长请假无伫咧车顶，依照规定，这条违规费用会要求司机家己纳。当然不对哦，这个只要不管是闯红灯、超速、交通违规都不对。对司机驶县长的坐车弄红灯，张东锦嘛讲这行为唔对，不过嘛讲会拎钱倒纳。应该我自己讲吧，你们去问是谁啊？你会帮忙缴就对了。这个一定要自己讲，不然谁要讲？那个司机薪水又不高。原来迄讲司机是安怎会这尔着急驶县长的车弄红灯？张东锦讲伊会了解，嘛要求司机唔通个违规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